而家我哋都市人咧，平時生活繁忙啦，工作又繁忙啦，又平時要夜瞓啦，唔夠休息啦，仲要煙酒過多，應酬又多喎。其實呢啲種種嘢咧，對我哋肝臟嘅傷害都唔細嘅，所以健肝寶咧啱晒大家啦，記得補補你哋嘅肝啊！嗱，我哋而家姊妹期間，只要成功申請成為我哋健靈會嘅會員，就可以從呢個健肝寶啦、麥通37啦，同埋加強版嘅消尿酸等等嘅5種產品裏邊揀一款，我哋會送個試用裝俾大家嘅。呢個福利咧真係非常之好噶，記得嚟我哋嘅 J02030506嘅攤位揾我哋了解下啦，到時見。維特健靈健肝寶集合中西醫學專家知識，配合 GMP 認證藥廠的尖端科技，研製出來嘅品質優良、安全可靠嘅現代中藥，適合人群有生活忙碌、熬夜工作、睡眠不足、經常聚會應酬、煙酒過多、不良飲食習慣、長期服用藥物呢啲人。現在健康博覽優惠，成功登記健靈會嘅新會員，可從健肝寶、麥通37加強配方消尿酸、健糖寶加強配方、輕壓素之中5選1送1支試用裝，快來體驗下啦！